啊，继续来看即届这个选举，立委蒋万安是来调台北市长，立委柯淑华是来调南投县长，所以立委这两块爱来补选。啊，国民党伫台北的部分，拄啊当选到议员的王宏维，一直互点名。这个王宏维昨暝是发声明，讲伊绝对袂出来选。伊讲议员拢还袂就职，就要去选立委，一定会互批评讲落跑。啊，那民进党即届吼输甲遮惨，立委高嘉瑜甲区议员王世坚来点名，侧翼网军，也就是挖民进党的网军是战犯。结果这个面册亲民进党的媒将专业朴文章来呛声警惕，讲就是民进党正办的网军伤烂咯，因才出来斗骹手，想袂到皇讲是战犯，所以刷落来嘉义市长的选举。大家这些网军拢袂帮忙咯，看恁民进党正办的网军到底有偌高？这些侧翼觉得说，靠着网络、靠着媒体，可以去碾压所有不同的声音。你只要去出征别人，变成只有一种声音的时候，你就认为说，全世界就只剩你一种声音。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大输，立委高嘉瑜认为问题出伫我民进党的网军，拢是害死民进党的原因。市议员王世坚嘛跳出来赞声。稍微有羞耻心的人，这个时候，这些网军就应该闭嘴，没有他们讲话的份啦。选书就甲责任拢撒互网军，不过有超过18万民众挖民进党面册袂正业，伫昨下晡破文呛声，讲若毋是民进党正规军真假咯，感觉有需要义勇军出战。今仔支持恁的网络乡民全部互拍做正犯，上尾也嘛讲到12月嘉义市长选举，全部的义勇军拢卖斗3工，就看恁正规军有偌高会当挽回局势。若是刷落来嘉义市长的选举，阁有明年1月立委补选，声量真悬的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宏维，阁一摆强调家己未参选，嘛批评中选会这摆安排真有问题。老实说了，中选会这次的安排是极为政治性的啊，甚至我觉得有很大的阴谋。这样子的安排根本完全不利于就是在这一次参选议员所有的这样子的一个民意代表。王宏维讲，前一天才和市党部主委王立金如见面，嘛有甲秘书长王建庭讲电话，嘛表示家己无愿意参选，嘛强调刷落来党内不管派谁出来选，拢会积极辅选。在1月26日后，各县市的首长已经选出啊，不过选举还未结束。对嘉义市长的选举到立委补选，各党的政治攻防还未结束。